后山等来台湾，台南一间超过半世纪的剃头店，7月19要收起来了。台南市这间大平洋理发厅徛50多档了。早期上届请业时阵，店内的剃头椅啊是全台南上侪食的。当时每一个剃头师一工都要服务40-50个人客，啊，当时拢要是做小姐的师傅，即摆拢做阿嬷咯。时代在变，头家娘讲，即摆拢是迄种100块快速剃头的天下。像因这种正统的剃头店，已经无法度生存了。一开门，人客就问来，拢是老主顾来剃头、洗头兼收面。特别的设计洗头，能够刷位坐咧就会使洗，这理发师傅的技术嘛无会讲。哎呦，咱老顾客咱就知要剃咱就唔免去改善。台南市这间大平洋理发厅已经行过超过半世纪的岁月，较早是台南上清的理发厅。风光的人家足济就做风光啊！阮迄阵啊，一个人捌做40-50个工课。当时做师傅的时，还阁是小姐，啊，即摆拢已经做阿嬷，像这位80岁秀琴一样。唔免做啊遮辛苦啊，啊拄啊要休起来，拄啊好来退休。唔那一年啊，店内头家娘甲4位剃头师，拢是为少年做到老。2档拍客要2档。这间剃头店有这剃头师傅，要有人客几十年来青春岁月。我后摆吼，可能走一人提一条。这间传统的理发厅要关门啊，头家娘阿足伊啊讲，店老啊，人嘛老啊。即马拢迄百元的理发吼，阮像阮这款正统的迄个理发店嘛，无法度通生存啊。对老主顾来讲，当然的唔甘，要有少年人特别来体验这款传统的剃头模。包括他们的手艺跟外面比起来，是真的非常国宝级的。充满回忆的一间店，未堪的大环境的变迁，将伫7月19正式收起来，迄段辉煌的岁月，就留伫大家记忆内面。